因此为什么现在就是租屋，在外面租屋哦？那今天就是又借包，那为什么又要换车上班？我们租屋是自己掏腰包，不想去住这么大的一个官，因为我时常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在，我觉得我就是住一个比较小的房子，没有打搅到任何人，也没有占什么所谓公家的便宜，就是住一个小房子，很简单的食衣住行就是如此。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我觉得自己静悄悄的，那是因为不愿意麻烦随父，所以有的时候会安排一台车来接送。如果大家很好奇，我到底租什么样的房子，欢迎新闻界的好朋友以及质疑我的这些民进党议员一起来我家看一下，欢迎来一下泡泡茶聊聊天，非常欢迎，看看我住的是什么样一个环境。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个简单的公寓，好不好？这个不应该值得这么大的一个注意，好像弄得住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阿房宫一样那么大，哪有这个样子？就是很简单。我个人过的生活就是个小市民的生活，真的都是如此。租金没有错，对不对？租金大概就是好像大概在2万多吧。是朋友介绍的吗？朋友介绍？没有，好像是透过中介，然后我们就想要租一个房子，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就跟一般上班族一样，大家不用这么大的一个好奇怀疑，大概就是个20-30平的房子，欢迎大家来看一看。尤其几个民进党议员把它讲的好像很神秘的样子，来我家泡茶聊天就好了，而且我很好客，来让我们公司来访议，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善良的民众、热心的民众。至于一些其他企业界愿意捐帮助我们高雄防疫的话，或者一些照顾弱势族群，我相信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不是只有限定某一个人，好不好？